来申请这个1万块，即卖行政院是简化掉申请的流程。本地都爱传的文件真多哦，都爱传身份证、爱户籍成本、爱所得的证明等等几啊项，即卖拢唔免咯，只要载这个身份证到公所，写申请书甲设计书，安尼就会使。其他政府会帮咱查。也毋过安尼一来，虽然手续加真简单，但是因为审查的时间久长，惊会去拖到领钱的时间。无报工作者的纾困加码上路3天，民众怨声连连。到底要安怎申请地方政府嘛无啥啥。即摆行政院讲要简化申请方式，互民众方便请领。卫福部处长会知影到立法院接受质询，嘛承认疏失。申请书是我们简化程序，把以前有2个表合并成1个表。这个作业的顺序啊，我是觉得这时间的冲突的部分造成的困难，确实我们是觉得是我们有改进的空间了。我本想要申请1万块的纾困金，除了查身份证以外，阁爱查户籍成本，也阁有家己甲厝内人的所得、财产清单，以及无社会保险甲其他纾困补助证明，即马拢总唔免，只要查身份证到区公所，其他资料政府帮你查。毋过申请书也是爱填写，只要写这个人的基本资料，也阁有急难事由，甲伊交起来，其他文件拢唔免填，政府嘛会帮你查。家庭成员嘛只要填基本的资料，像身份证的字号，再搁再写汇款的小号、附设计书就完成。很久以来，台湾就是习惯用签名来代替没有要印章的一个方式啦，所以这个部分在执行上各地方的不一致的部分，就会打电话到地方政府，麻烦他帮我们做一些沟通。卫福部处长补充，虽然流程简化，但是因为政府要审查项目愈多，恐惊嘛延迟领钱时间。但是民意是希望需要纾困的人，拢会当得到帮助，渡过难关。